大家问千万二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古早历史一句话讲：余清风害死王爷公，王爷公无保庇，害死苏阿姊，苏阿姊无仁义，害死郑阿丽。这是讲到西来庵余清风起事的代志，是咱台湾规模上界大的武装抗日事件，又搁讲是大巴黎事件。这讲的王爷公是讲台南五福大帝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同齐来看到，这就是爷王爷的爷，读咿呀爷第五条。爷是古早会当讲是用来对老爸是大人的称呼，尊称老爷；嘛会当讲是对身份地位较悬的尊称，像咱讲王爷、相爷、师爷。另外对神佛，咱嘛会尊称爷，像讲福德爷、关老爷、王爷公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字。头一个，咱同齐来看到，这就是王爷节。咱先讲王爷，伫咧古早会当讲是对亲王的尊称，嘛会当讲是对神的称呼。另外，嘛会当用来形容怀白的人。王爷节意思就是放荡来行为。第二个是一句俗谚语，人讲恶马恶人骑，胭脂马拄到关老爷，意思是讲较歹的人有搁较歹的人来家治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字合做伙。譬如讲，迄个恶霸普通时伫咧地方欺负人，无想到为了要转世去借王爷节，结果互恶道讨笑讨假四界味，有影是恶马恶人骑，胭脂马拄到关老爷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爷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